我媽在老那老酒館賣鹽到客戶，生意冇點做，還是專心陪做酒好。賣每幾個月，可能忙定人咩？伊陣咩裝花個幾唔我點啊？啲啊，佢陪做酒莊行濟行，一個來唔覺得來陪好，來就忙定可能人咩？佢無會嗌，你若是講咩？你啲個人搞了平均冇定佢攞錢，賣那成日就做一個，可能平均就買就無生意個，係咪加下價啲也無咁厲害。我後來無去會我媽，伊也專門發電給我來到都唔愛，無去會議，我真係唔知怎樣媽改食，我係知怎樣為我好。但是這個老酒館呢，是我將大間維護起來啊，就我因為只做到下午相關人去關掉啊。這間老酒館呢，回來後就先去到來買，每一份體驗呢，我按照我對誠信嘅理據去打講啊，每一個角落我稱準眉目出來。我這間老酒館呢，無請過任何一間人來小富過。無論是水路、燈光嘅亮路，或者只有擺個資格，攏個家己都能慢慢眉目出來啊！我之所以攏家己做，是因為我啟動最近非常間有行，之前嘅家風非常深，到了現在每個攏無去。現在呢，我好開心，因為這鹽好這稱，無論將來如何，伊還是攏甲我改啊！我是一個非常念舊嘅人，這時尾呢60多年了，我無論到底個。伊攏對我勝利個，我好愛伊，所以推唔出是一個10多年嘅老卡車。我這個老酒館呢，伊那來賣扛那老酒，就是這個老字是歲月沉澱，是一個大某從17歲出來社會，現在13歲，用下來16年嘅經驗，現在人生開始，人生出發勝利聽。